平安，Ruby 中岛平安，希望中岛平安 ，Mercury 中岛平安。哦，有看到迄个 Ruby， 啊，Ruby 有发 Twitter 吼，我知影你即马要为台南转来，你有讲后摆，搁要去台南，就是后摆去看迄个起考的时阵啊吼。阿酸无伫学校，所以无去找阿酸。对，我知影，我有看到 Ruby 见摆去台南，通常拢会找阿酸。对，今仔日吼，顶摆雪港庆咱敢若进前捌算过一摆嘛，敢若开过一摆。顶摆迄个挑战就是过关无成功吼，做到开，所以想讲，今仔日来继续挑战一个。对，大家要袂食中昼顿的，爱记得食中昼顿。毋知影 Ruby 敢食饱？毋过你喙齿淡用了，毋知影敢会当食物件吼？不得咱就甲平常时共款吼，就是哪开讲哪来算咱的 game 吼，我来，继续来挑战。结婚有食牛奶粉，你中昼顿食牛奶粉哦？中昼顿会使食牛奶粉？OK。毋过对，我知影有的人牛奶粉无爱用泡的，有的人介意直接食。这对，其实袂歹食就对。毋过你食安尼敢会饱？毋知高食牛奶粉，我是袂饱啦。毋过反正就逐个人无共吼，有时较无用。背景做大声呢，安尼我甲背景转较细声。牛奶粉随时就会使食牛奶粉，当做是迄个，当做四修来，当做四修咧食就对。毋知影背景安尼是毋是有较好吼？若准无，我过来调整吼。做点心嘛。毋过伊确实是介大声吼。对，介大声好，安尼我用安尼好啊。会使搁较细声。安尼看起来应该有较好。若准搁爱调，才甲我讲。对咱即摆干那一支唱嘛，干那这基本的所以咱想要换一支新的唱嘛，无遐简单吼。来看一下迄个条件吼，伊讲爱距离爱我爱甲距离用甲6以上才会当解锁这支唱。这咧爱有100%的迄个 knockback。这咧，我会使读4粒枪指，无要紧，会得复习一个吼，即个背景的故事，或者就是即个乌色的国王吼，毋是一个做好的统治者啦，所以伊做者迄个，就是伊的机子吼，伊的子民，伊的子民，就甲伊放杀安尼，因放杀了后，就去变做迄个白色国王的迄个国民就对，所以即马乌色国王敢若剩伊一个人，佮有因兜留互伊的一支shotgun一支枪啊，所以咧，伊就举即支枪，要来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安尼，要来报仇。大概就是安尼，咱的故事就是安尼复习一下，所以咱继续来行棋吼。咱行棋的迄个规矩吼，就是甲普通的西洋棋是共款，敢若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咱会使举枪，举枪就会使用枪甲因拍吼，好，所以咱知影这主角是安尼行的，所以咱嘛是爱甲伊闪，咱我闪去倒位，才会使。主角再会，
足久无算这啊！啊，救命！莫过来！啊呵，啊呵，咱来看有啥物件通好选吼。嘿，咱逐摆选的时阵，继续复习。逐摆选的时阵，咱会选2张牌啊，一张是黑色的，一张是白色的。黑色的就是咱这边的啊，因为咱是黑色的国王嘛，所以黑色的是咱这边的迄个新的迄个会得到新的能力。白色的是对面的，对，所以咱嘛爱替家己选，嘛爱替对面选，所以Ruby 问讲我敢有食中昼顿？有诶，有。我今日中昼顿食迄个 Seven 的咖喱，袂歹食，咸咸咸就好食，好。对，而且我阁有偷偷买一杯饮料吼，今仔日毋知影是安怎感觉今仔日日头是毋是有较晒？毋知影。毋过大家嘛是伫无共个所在，毋过我遮就是今仔日日头较晒，所以就想要啉一下凉的吼。虽然对脑无介好，毋过对心情介好吼。咱来看卖，对，昨嘛足热啊，昨暗时嘛热较，我着无加被。结访有问题来结访请尽量问，你问。继续来看吼，白色的加一个 queen 吼，加一个红叶，安尼我无爱，安尼就免选啊，安尼就这啊，这安怎？这对方的兵啊吼，就改做敢若会使位头前攻击，会使攻击较长，手较长安尼，无要紧，咱位伊边啊，咱位兵仔的边啊过去就好啊，安尼就选这就好。好，来呀！这就直接位边仔来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大家再会。看，佫会使选啥？我减3粒枪子，对方减一个兵仔吼。若无就是对方减2个兵仔，加一座城。我想看卖。我的未来蓝图甲入心的乌莲图，结方哪会无看的？这我毋知呢，因为我看卖因为我会记得我家己伫 Discord 内底拢枵看有，因为若像比如讲有请新的人来斗整理、斗管理咱的 Discord 社群，所以对，毋知影是毋是爱甲因反映啦，就是甲迄个有庙公的身份组的人反映，安尼因应该较会知影吼。对，我家己即马是，我即马嘛看无呢。我即马用手机开我的 Discord，我嘛看无迄个未来蓝图甲乌莲图呢。对，五星的哪像嘛无去啊，对无？五星的迄个叫做啥？会得打五星的图的所在是毋是嘛无去啊？安尼我毋知。无你若准你方便，安尼我嘛方便啊。对呢，我看嘛无呢。安尼咱小等可能爱伫迄个 Discord 社群内底问庙公，对。过客中昼平安，过客中昼顿甘食饱，欢迎你来。我可能爱害先结束，才来问。Pawns can attack you。我无太兵进前，
兵仔袂使甲我刣，这咧啊，我迄个庆忌补充会较紧，手嘛会较长，无咱选这好啊。咱共款位边仔来，位边仔来。过客都过尔，要紧，小等要客气啊，小等要客气，安尼我会甲你保庇一下，一定无问题啦，有关先甲你保庇吼，免惊，免着惊，免着惊，你小等考试一定顺利，有读着的，应该讲考出来拢拄好有读着，无读着的拢袂考吼，考试一定顺利，免烦恼，免烦恼。Persika 自己话，感谢你读，中昼平安，中昼平安，食饱未？敢食中昼顿啊？考试进前，过去考试进前，记你食中昼顿啊，因为，毋过嘛袂使食伤济吼，因为，对，过去毋通食伤济，食伤济，你迄个血会流胃你的肠胃吼，你的头脑就较无血，小等考试会较无方便，对，甲大家提醒一下，胖哥，中昼平安，西洋棋敢是安尼算的？这就爱讲着吼，咱即个 game 的背景故事吼，头拄仔无看到吼，伊背景故事就是讲即个乌色的国王吼，统治了有够失败吼，统治了有够失败吼，所以其他的迄个伊原底的子民吼，伊的国民拢走去做迄个白色国王的国民，所以即个乌色国王敢若剩伊一个人吼，甲伊迄个祖先留落来一支雪杆，一支枪吼，所以伊即摆都举即支枪来报仇吼，这就是咱今仔日来行的即个棋。对啦，算讲是造反啦，毋过就是毋过即个乌色国王吼，有讲伊的即个统治吼有够失败吼，对，就是甲因苦毒就对啊，所以即个嘛算讲是造反嘛是造反有理啦，造反有理，加在过去，食一寡拄好有饱尔，好安尼好安尼好，Persika 即个天食火锅用哦，我即个天气敢若会晓啉饮料啊，无啥会晓食物件。这甲头拄共款嘛，但是若是无刣迄个无刣兵仔就袂甲我拍这咧武士刀，我会使用刀仔甲人刣。若总我用刀仔甲人刣死，我就会加一回合，安尼会使。我有介意我有介意即张牌啊，无咱来算即张。即两天北部嘛若热天共款吼，趁机会拍一个棉被。对。趁即马，趁有日头的时阵，尽量拍。啥物时间拢会使食火锅？遮有迄个，安尼咱位即边来。对，啥物是越南饭汤？饭汤我知影，毋过越南饭汤我就毋捌听过。对呢，我先较罕在食越南料理。好，武士刀，甲刣一个。糜饭汤甲糜是毋是个料啊无共啊？听讲嘛，其实是无共的是。咱位即边来应该就安全啊。开两枪啦，佛敢是读做佛甲迄个佛换做饭安尼呢？对，北部有够淡到互人。要无法度生存啊！
大支的宝剑吼，诶，咱来看卖白色的，啥物加一个风叶儿安尼我无爱。哇，这加足济咧，加两个加两个迄个骑士，加一个主角，加一座城。毋过有这大支宝剑吼，大支宝剑哦，会使互咱的迄个刀仔吼，伤害变做安尼都有5点啊，安尼会使呢。看卖哦，安尼应该足厉害。就是咱的即个武士刀吼，凊菜都会当，凊菜都会当，甲人直接一刀刣死。咱试看卖。哦，毋过机子有较济，压力真是有较大。救命！直接刣爽，死死吼，死死噶。后来继续一刀刣死救命！有风叶啊！安尼袂使。死！哦，上刚过来我着进前市内，佮有开一间，佮有开一间冰冻饭汤，好食甲。我较罕得咧食饭汤，毋过我有介意食迄个海产的啦，就是有迄个沙目鱼吼，淋迄个姜丝，有淋迄个姜丝的好食，我足介意迄种。感觉雄感觉今仔日有机会啊！沙目鱼糜，毋过糜甲饭汤佫无共呢，就是着沙目鱼糜我嘛有爱食，毋过迄个沙目鱼饭汤我嘛有爱食，真正是无共的物件，毋过拢好食。饭汤就是糜是迄个糜内底迄个米是有煮甲较烂糊糊，饭汤就较像是，就是饭甲汤用做一碗，所以迄个饭要是就无变做糊，就无变做糊安尼啦，就是迄饭要是一粒一粒，我就较对口感无共，对，有时就是较想要食饭汤，有时较想要食糜，毋过若讲到糜，我其实足介意迄个广东糜，广东糜口味较重啦，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吼，因口味有较重，毋过就是咸咸好食哦，对啊，无啥有啥人都爱食泡面，咸咸好食。大家食迄个，大家食广东糜拢食啥物？广东糜是一种糜吼，毋过通常咧卖广东糜的迄个店嘛，拢会有足侪无共的口味，毋知影大家拢较爱食啥物口味。虽然即摆的天气吼，完全袂互我想要食糜啦，毋过嘛是吼，甲大家往开讲者，纯粹我偷啉一下饮料啦。番麦散肉，番麦甲肉，我足介意食迄个啦，皮蛋甲肉迄种。有时若是点迄个海产糜吼，就是对海产糜，有时我嘛会叫头家甲我加一粒皮蛋。其实我嘛介意食皮蛋。阿叔中昼平安，阿叔食饱袂？阿叔平安。佮加一个，佮加一个红叶，安尼我无爱。这个section， 主角会使透过所有的物件，有人伊袂互任何的物件阻挡吼。这嘛是有较硬斗呢，这嘛是有，好，要紧，我足惊迄个，我足惊风叶，所以买。广东糜会较糊，是因为饭有冷冻过原来是安尼。收到一个
过客的赞助，多谢过客，多谢过客50块。哎，多谢过客的赞助。哦，小弟会使搁买一，小弟会使搁买一杯饮料啊！多谢过客呢。欢喜欢喜，足感谢。惊小吼，放凉才食，放凉才食会出味啊！我嘛是，我嘛是。其实应该无甲大家讲过，其实冠生嘛是有迄个，号做啥？日本话号做鸟喙子啊，嘿，老话无出来，救命！救命！我看卖哦，我后台是毋是嘛看无老话啊？哦，理解安尼袂使呢。我的理解，哇！伊后台是安怎无互我看老话？哇，真是无。好，安尼爱甲列解反映一下。哦，歹势过去。小等放上了吼，敲一个电话互列解吼。Mercury 拢食皮蛋甲肉的糜啊，对，我嘛是，对，就是看心情啦。主要我嘛是拢食迄个皮蛋甲肉。头拄仔要讲对，猫仔喙子啊，就是迄个，对啊，就是我嘛是惊迄个惊烧的啦，对啊，较烧的时阵我嘛是，无啊，你喙子都麻去啊，当然是食无味，嘿嘿，我嘛定有即种经验啦，嘿嘿。今日是过客生日，过客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毋过规工要考试较无聊，好，安尼咱来唱一个生日快乐歌吼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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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讲听讲足侪人去餐厅的时阵吼，若是迄个店员讲要唱生日快乐歌吼，是一种处刑，是一种处罚，因为总会叫的。我毋知影敢有互你感受到痛苦。我原底想讲甲你庆祝一下，毋过想想着，有的人会感觉做迄个，无啦，你若想要听英语的，我会使。搁唱一个英语的，互你听。会使。好，安尼搁来唱一摆英语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过客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，祝过客生日快乐。安尼咱来继续。我今仔日敢若收到几个朋友的祝福，无要紧吼，今仔日还袂过了吼，凡说小等吼，还会有朋友来甲你祝福。今仔日还剩差不多10点钟半，今仔日还剩10点钟半吼，所以还有机会，你今仔日考试考了嘛，会使去买一个鸡卵糕啦，甲大家甲家己迄个庆祝一下，嘛袂歹，若无爱食鸡卵糕，嘛会使买迄个低卡米线嘛会使，对话课的倒手角，开讲先爱甲重点开讲改做所有的开讲啊，对，伊就是我毋知影伊迄个。YouTube 是安怎？就是伊有时啊会甲一寡老话用无去吼，所以你若是伫遮老话别人看无，毋是，你若是伫遮老话啊发现家己看无的时阵，可能需要改一下。以前阁有食红卵啊，对呢，足久无，即马是毋是？即马较罕得看到有人做生日咧食迄个较传统的红卵。其实对啦，
即马嘛较罕着有人迄个做生日咧食，少年人较无咧食猪脚面线，对对。Ruby 到知吗？好，安尼 Ruby 小等迄个行路细字，转去厝迄个路人爱细字吼，嘿，囡仔满月才有，敢毋是拢有？好，或者满月是一定有啦，当然嘛有油饭嘿，毋过以前那像有诶所在过生日嘛是会有食红卵诶，嘿，即马真正较无啊。加两个免足久无咧庆祝，对啦，嘛对有诶人其实嘛是无咧要紧即个，对啊，有诶人就感觉生日种麻烦。Ruby 诶生日，互头家甲同事来甲你庆祝哦。对，那真是感情其实无遐好，也是其实无遐熟悉啦。硬要甲你庆祝，真正是有较迄个，对，有较好笑。我家己是拢会使啦，就是大家欢喜，我就欢喜吼，所以来咱继续看卖哦，咱要为倒位行？要紧，凊彩行哦，可以。哇，凊彩算啊！凊彩赢安尼。以前生查甫才有红卵，对，当然无注意到伊的手较长啊哈。好，顶来。当然，即马迄个性别平等是有愈来愈进步，当然即马就是无咧，应该较无咧分啦。这我感觉嘛是好代，哇来吃啊，袂使啊，哇来吃。来看这安怎？好，来看卖吼，对方的迄个城，骑士主角死的时阵会生一个兵仔，这个较趣味吼，这就是其中一个兵仔会变做迄个秘密的王子吼，秘密的即个继承人若是迄个对方的国王死的时阵，即个秘密的继承人就会甲伊继承吼。这好算咱来算这。无人会甲你庆祝生日，对啊，有的人就是厝年较无咧过生日嘛是有。头拄是咧选迄个继承人的部分，毋过咱即摆毋知影倒一粒才是吼。无要紧吼，若准甲因拢刣死就无即个问题对。哎呀，哇，无啥物朋友，要紧，冠星会使做你的朋友。继承人出现啊！你也有冠星啊，你也有信众朋友啊，跳来跳去吼，补2粒庆子吼，无庆子啊，好，来，好。咱棋盘顶面加3个所在吼，打着就会加一回合，3个拢打着了后，我迄个开枪的伤害就会搁较疼，这个要无刣兵仔的时阵，兵仔就袂使甲我攻击，这是减一个兵仔加一个主角。
每10回合加一个骑士。无咱算看卖即个，算看卖即个打着会加伤害的。阿母欢喜看到鸡卵糕，找到庆祝的机会，就生鸡卵糕。安尼嘛袂歹啦，安尼你应该定有机会食到鸡卵糕，安尼我感觉嘛真好。若总有爱食鸡卵糕啦，加一回合，咱就紧来甲因拢打过吼。咱会使用一个即个马的灵魂，好，安尼应该土豆变搁较甜吼。请大家欢喜食土豆。哎呀！耶！快乐，舒适，来，会使加一粒庆纸，无咱就选这。一摆就会当读4粒。咱来，好，紧选。我有新的枪会使用啊呢。我敢会算迄个开枪的 game， 无甲会响，毋过有机会嘛会使算，多谢 Persica， 多谢你，做认真的甲我加迄个观看的时间吼，我嘛真介意这条新歌，真正是感谢迄个。即摆迄个室友来甲我，愿意甲我做伙合作，对，即条真正是，我家己嘛感觉袂歹。继承人，哎呀，好。Iron Maiden， 风叶行路搁较慢，毋过袂受到伤害。这伤过恐怖啊！杀袂死的风叶，这我感觉我无法度处理。这咧，Bodyguard， 若准妖有马，迄个就袂当杀死国王。无要紧，安尼简单吼，咱甲马拢杀死就好啊。这当有啥物问题，对无？好来，紧来行吼。哎呀，这袂使行。这啥物意思？所以其实我看会到迄个秘密继承人是啥物人？敢是？应该是吼。咱会使先甲伊杀死。袂使，有风叶伫遮咱先杀风叶。刷来。继承人死啊！毋过嘛差不多，要甲所有人拢杀死啊！好 ，OK。这汉草真好诶，这个国王汉草真好。我看卖哦。一局一摆吼，咱会使甲国王边仔的一个机子吼，甲抓起来，弹出去，听起来足好笑。来看卖，先看卖即个讲弹出去是啥物滋味吼？哇，杀袂死的风叶呢？害啊！无
无一块会使去的。是啊，哇，无算到迄个，无算到迄个，甲人弹出去。无要紧，继续来挑战吼。这简单的就毋免解说遐济吼，紧抬抬咧，咱就吼想办法赶紧来过关啦。来看卖，专注。这个 game 前以外是拢看无哦，因为因迄个敌人吼，敌人咧行路嘛拢是照迄个西洋棋的行法，嘿，所以可能爱对西洋棋的迄个机子的行法爱小可知影，就会较可能就会知影我是安怎死的，对啊，毋过伊内底有足侪迄个会豆豆啊改变规则，嘿，会豆豆啊加添一寡新的要素的即个牌啊，吼，就是咱即马咧选的，所以每一关吼，每一摆算的时阵嘛，拢会小可无共，我来看卖啊，专注，吼，我迄个穿的较集中，嘿。伤害嘛会较悬，这个，加一座城，毋过逐摆我开始一座城的时阵，拢会使加2粒枪子吼，无就选这好啊。来看卖吼，因为这主角拢是行即个伊的即个，迄个就是。伊会使行迄个 X 的即个形的，所以我袂使徛伫伊的即个范围内底吼，无我就会死。刷来哦，城是行迄个直的较缓的，所以我其实袂使徛伫即个伊的攻击的范围内底吼，所以我爱先闪啊。我来遮就会使一枪袂使一枪好，一枪甲伊拍死。即摆要来抬国王吼，袂使，甲国王抬死哦，就算讲是赢安尼。Cannon fodder， 我会使食一个我会使食迄个兵仔的灵魂，就会使互我，就会使互我后一枪更较疼。这头拄有拄着。无算这好啊。哎呀，对，也个活吼，袂记一啦，无我走来遮吼。会使来遮，来遮好。安尼会使，哇，又要抬了啊！来看卖哦，或者毋管安怎吼，对方一定会加一个风hiệu，我才会使选食一个灵魂了会使加一回合，这个我感觉袂歹，因为咱即马有迄个嘛，咱即马嘛会使食兵仔的灵魂，嘛会使食其他的机子的灵魂，所以咱应该爱定食吼。以早咱有时啊食，即马你应该逐工食。这会使行较紧毋过若阵棋盘顶面无迄个无马的时阵，就袂使就即张牌啊，就无啊，安尼来算
这个食灵魂的，加食一寡灵魂。哦，随讲随食吼。来，好食直直食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救命！哦，食饼仔的无准算，好，食饼仔的灵魂无准算，原来是安尼。这袂使。补一下庆忌这安尼会使。好啦，变风叶救命好。好，开了。这啥物？阁有6回合袂使叮当，爱确定呢。这咧，减一座城，加5个兵仔。好，想看觅。哦，我会使控制一摆即个白色机子。这头拄嘛有拄着，就是会使行较紧。这啥物啦？好，无来试看觅迄个6回合袂使叮当是啥物滋味吼？来，请白色开始恁的表演。哦，刺激呢，刺激。毋过无紧吼。赶快吼，一穿送你去歇困。这啥物啦？安尼我会使行来倒位去？无一个安全的所在好，安尼嘛袂使啊。车嘛袂使，无我无一个安全的方向啊，对无？毋对，有啦。嘛是有安全的所在。救命！无我来吃会使会使呢。哎呀！莫放弃就有希望啊！救命！加一座城。原来迄是国王，我叫是迄边啊。阁有这啊，阁会使甲人抓起来，弹出去啊。好，安尼我要算这。来开始表演表演线无咧看好。紧来一个抬一个。安尼我当时会使甲伊抓起来啊。Drag nearby, please。所以我用拖的，会使就决定是你啊。我会使甲伊弹出去呢。用绳来弹咱的这个。白色国王但是敢有看到一百度？敢捌看过一百度？就是迄个JoJo内底迄个地有摕迄个 road roller， 有摕迄个罗多罗啦，甲迄个石头路，甲伊缀伫下骹的迄个度，有人甲改做迄个呢，有人甲改做迄个，就是嘛是改做即个西洋棋的即个度。即摆就是迄个情形对，好来食你的城来。毋过无死半条命。耶，好胜。
来看个有啥吼。哦，范围搁较宽，哦，嘛搁较疼。啊，每15回合就会加2个主角，好。啊，这每5回合就会加一个兵啊。好，无就算这。哦，救命！啊，红叶，哎，红叶来上头呢，多谢红叶。哦，那遮济。啊，袂使，我若甲即边仔抬死，伊就会，迄个后壁的声就会直接甲我拍死。所以我应该来遮安全。我即摆有咧动头脑啊。哦，安尼才对哦。水，快乐。来，这啥物？哦，乌手的祝福。哦，我迄个范围吼，我会使拍搁较远。哦，啊，这会使互，这是互对面的，互对面的国王甲红叶命拢较硬吼。啊，这咧，加一条溪。啊，敢若有马会使过溪，哦，其他的伫溪内拢爱等一回合才会当出来。无就这好啊，我感觉应该互对方的红叶甲国王会较高，应该无啥物要紧，应该。来吼，看上来互我抬吼。啊，救命！安尼啊，倒水溪多谢。好，遮安全啦。哎呀，我应该是爱来啊，遮袂使。好，我可能会使安尼。哦，咧带的机制啥物意思？就是伊后一回合就要叮当啊。哦，伊毋是咧带吼，伊是咧准备吼，伊咧原地咧遐哦，等爸父要行动啊。哦，所以伊伫遐安尼带，是安尼啦。大家有看到，头拄是迄个兵仔甲国王咧带，所以因咧，对，好。对，我会使甲伊掠起来，弹出去。无啦，我即马就掠即粒，哦啊，等来倒位，等来遮，哦，水。耶！对，头拄迄一条溪听起来有较像迄个楚河汉界。我会使家己变做迄个呢。哦，即马是讲，这是讲我若是饲正手边的迄个饲鸟吼，我会使互伊拍搁较集中，就是拿迄个 sniper 共款吼。啊，毋过每15回合加一只马，无要紧。哦，来偌济抬偌济吼，无咧惊吼。来，拢来，无要紧，拢来。啊！救命！遮较安全。好，我来想看卖哦。来用咱的这个啊，伤远袂使拍。哇！咱酸啊！
选来这。烫车卡唔惊穿的，无位，车是安全的。会使。这啥物货？铁球啊！哦，这是迄个呢，会使迄个用啊，叫做啥？炮台的迄个大粒的迄种铁球哦。我会使哦，我会使甲伊抓起来，摕来弹别人哦。毋过这有迄个呢 ，Iron Maiden 会互迄个风hiệu袂死吼，安尼我无爱。安尼无，咱就用这就好。好，嘿，甲你抓起来，甲你等来倒位咧？等来食好。安尼好。遮安全。我感觉压力足大诶。哦，安尼也会使。救命！我有这呢。救命！我可会使创啥？遮拢袂当去，遮袂当去，遮袂当去，遮嘛袂当去。我是毋是无？我是毋是无位通去啊？对啊，我无位通去啊呢。是啊。哦，差一点啊呢。应该是差一关，还是差两关就会使迄个。毋过我有新的枪会使用。咱先来先看卖。新的枪有啊。阁有这呢。一开始就有刀仔的枪。倒一支较好咧？倒一支？凊彩拣一支。咱第一关吼，真紧就会当迄个。哎呀，什么情形？主角。来看个有啥物会使拣吼。拢总有几关？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应该是第11关还是第12关的时阵，就会使拍迄个 boss， 拍了 boss 就算通过，就算通过嘿。所以对啊，11还是12关，袂记即啦。对其实嘛，就是遮个牌仔拢满的时阵，就会使拍迄个 boss。所以应该是差一关，应该是差一关就赢，毋是就赢，就会使拍 boss。无要紧，咱以后有一点钟会使挑战吼。减一只马，加两个，毋是加两个主角。好无就这。哎呦！得啊，合影。
主角是啥物件？才无咧惊主角咧。啊！哎，水。我手较长，啊，毋过每10回合加一只马，无爱。哦，佫是共款，头拄迄僵尸啦，僵尸，其实伊英语原底名嘛是僵尸，对。头拄戏吧讲迄个兵仔一直走出来，哦，作成僵尸的对无？对，伊这嘛是伊英语号做 Undead Armies， 嘛是迄个僵尸军队的意思吼，对，所以对。伊的迄个伊设计迄个感觉嘛，互你感受到僵尸的感觉。对，用刀仔甲因杀死，有迄个对，敢有较厉害？我毋知，啊，毋过有较爽。我感觉好耍上要紧吼，所以我尽量若是小等会使有佫较济甲刀仔有关系，我一定选，好无？僵尸哦。选袂出来。好啊，无咱来算看卖即个楚河汉界，楚河汉界。有吼，中间有一条吼，一条 K 吼。对，即摆即个主角无法度直接过来，所以我都会使徛伫伊的即个攻击的范围内底，免着惊。安尼嘛袂歹。刀啊，刀啊，快乐啊，袂使安尼。嘿嘿，快乐！我做想要有迄个武术刀呢，因为武术刀共人杀是会使加一回合嘛。快乐！我做想要加一回合，回哪会遮高？要紧有刀啊！对，伊伫水底做有迄个呢，伫水底的感觉。这啥物？深水。哦，毋是买其他的机子伫即个水内底是袂当甲我攻击。好，就这。安尼我比伫水底毋着足安全。我着甲所有的马拢杀死，一直踮水底毋着好啊。Oh my god！ 赞诶！毋是讲袂使啊，是伊伫水底才袂使甲我攻击，所以我伫水底，伊无一定伫水底啊。哇！对，我想要做水鬼，毋过无，看起来袂使安尼，无遐好康诶啊。无我来食。刀啊，刀啊赞。刀啊赞。刀啊赞。好胜。哈哈。哎呦！加一个刀啊吼，毋过所有的无伊刀啊的伤害加1点，毋过所有的人拢加1点血，安尼就无意义啊。而且伊个会减1点迄个，伊个会减1点刀啊的迄个伤害，这无意义，所以咱无要选这吼。咱会使选即个，嘛干会使选这，好，就这。哇！这安尼会使啊，风险。安尼我无位啊，我会用这吼，这应该安全，安尼会使。
哎，德啊有路用啊。无庆记。呵呵呵。来，敢要有德啊？无。哦，这嘛是迄个。算袂出来。凊彩拣一个。哇！啊！保险的推荐单头前先写好康，后面后面减扣一堆，减扣一堆。保险，有时啊，就是要趁钱的吼，所以，因卡变做马啊！有这个风险，总麻烦。安尼会使。哇！这个兵啊，这个兵啊，救命啊！兵啊有够济啊！我想看卖啊，我会使安怎？国王边啊拢袂使行，城的即摆拢袂使行，安尼咱就一定爱食这风叶吼。是不是直接抬国王较紧啊？是，成功。这啥？风叶会甲咱纠缠。毋过若是无用吼，就无迄个纠缠。会使，反正咱嘛是靠刀啊吼，应该无啥物问题。哇！我来遮是毋是，伊的即边我嘛无路通行呢，对无？救命！伊的头前，伊的边啊，遮我拢袂使行，来遮嘛袂使安尼无救啊！无救啊！当时才有法度过关。再来一摆啊！一定是因为咱无摕到迄个啦，武士刀哦。若是有武士刀，一定会赢。后一关无武士刀。有主角。对啊，有时这当然嘛是爱靠迄个运气啦，当然。这对啊，这毋是啥物做比赛，还是做公平的一个 game， 就是趣味轻松的 game， 所以靠较济即个运气，应该嘛袂要紧。而且有时若是无设置，会使摕到即个组合的一寡组合的，安尼嘛是介好耍。
好，有刀啊就摕刀啊吼。咱即摆无啥物原则哦，咱即摆的原则就是有刀啊摕刀啊。哎呀，救命！啊，安尼危险，袂使安尼。嘿，对，咧挂草啦，咧挂草，对，当做咧挂草。水，挂草会快乐。对啊，人行棋，啊你举枪，这已经无咧讲武德诶，都已经无咧讲武德啊吼。来哦 ，unjust decree 无平等条约。我会使哦，我枪的伤害较低，啊，毋过我会使做一摆单数的枪指出去。啊，毋过我一粒枪指才3点，啊，小等伊甲我减1点，变做2点，啊，安尼2粒枪指拍出去嘛是4点尔，是毋是无啥物路用？安尼咱应该选下骹。非得咱主要嘛是靠刀嘛，嘛是要靠刀啊吼。救命！这要注意吼，这拍掉伊就会走过来。哎呀，救命！挂草啊，毋过我是迄个草安尼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加载我有这。哇，无枪指啊！啊好。啊，我会使倒去倒位？头前遮拢袂使行，遮会使。遮嘛袂使啊！是啊，头拄嘛是无救呢。对，原底要挂草啊，毋过变做我互草挂。过来一摆。哦，无摕到武术刀啦，真正都需要武术刀。安尼挂草挂了，就会使加一回合，应该是差介济。给我盖到打胜啊！挂草，减一只马加2个草，加2个迄落。加2个兵啊吼，应该会使好，无就这。啊，袂记你有主角，紧吼，欢喜来挂草。OK。哇，无刀啊！啊好，无刀啊！无就这好。来，我即摆有这瞄准的，会使互我的攻击更较集中。啊，雄就死啊！哦，这一定是无武术刀的问题。哦，咱看后摆敢选会到吼，来。今日到底敢有法度通关？我已经开始烦恼啊！
对，真正是无讲做认真咧看到的安尼。武术的无啊，救命！八甲主角倒一个较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烦。啊，我即摆会使放两个灵魂，嘛袂歹。啊，无枪支啊！啊，水，来啊，无武术刀哦，气咯气咯，这爱创啥？啊，边仔会使行四个方向。安尼有较超过呢。啊，毋过这会减我的迄个，会减我的刀啊，这袂使选啊。安尼就干那会使选这啊。哦，而且我伫边仔的时阵，对，我伫咧基盘的边仔的时阵，甲人拍的较疼。安尼我就乖乖点食吼。水啊，无得啊，啊呵，想看觅好，搁较疼，搁较疼。可以。这敢会当俩人来等，袂使，因为头拄仔是有一张牌啊，会使。头拄仔有一张牌啊，叫做 King's Shoulder， 王的肩胛头，王者的肩胛头，有迄你才会当甲人抓起来，弹出去。啊，即摆要无经着迄张牌啊，所以袂使。好，这我爱加食一寡灵魂吼。啊，我是要行啊！我咧创啥啦？来食灵魂，加一回合。啊，救命！若准无啥会晓行吼，选即个举刀仔较危险。你讲了有道理，啊，毋过我无愿意承认。这啦，这应该会使。好，抬一个方向。对，即摆兵仔会使四个方向拢会使行呢，对。我来认真抬国王吼，有，安尼有。来，我会使食兵仔的灵魂，拍人搁较疼。减一个主角，加2只马，这袂歹。无咱规气直接冲到遮来。直接甲人安尼，一枪就遮尔疼，好无？啊，爱先补一下枪指。国王伫倒位？啊，伫遮。啊，袂使，啊，救命！开始痛苦啊！哦，无咱才会使，存足者抬一下马，
闪红色什么意思？应该是钓伤，敢是？应该是钓伤的时阵会闪一个红色。我看卖哦，风叶遮拢袂使行，啊遮咧，遮嘛袂使，即摆嘛袂使啊，遮拢是迄个城，迄个城会行，会使行的所在。哇，安尼是毋是无救啊？因为遮有一只马伫遮嘛，我袂使无叮当。对啊，袂使无叮当。啊，毋过我四界拢袂使行嘛。啊，我若食这个，下骹四界嘛拢袂使。顶面即个嘛袂使，因为遮有声，安尼无救啊。哦，有救，因为我加一回合。遮袂使行。若无，遮就会使啊。好哦。哎哈，较认真嘛是有希望诶。减一座城，加5个兵仔。好，有刀啊，选刀啊。做者兵仔救命，无要紧吼。豆豆抬吼，来偌济抬偌济吼。无枪支啊，好，无枪支啊。哇，有刀啊，耶！想看卖要来倒位？无咱用骹豆豆行嘛会使吼。安尼其实嘛会使。毋过开始有兵啊，抬来遮，抬一只，抬2只。无枪支。安尼应该先抬一只吼。好，安尼会使。毋过无枪支啊。安尼会使。变做一座城啊！救命！剩6点，安尼是毋是1000？OK。拍死一只马的时阵加一回合。这个头4回合，头2回合。头2摆单枪支的时阵会足痛。好。无就这。好，加一回合水。袂歹，袂歹。凄惨嘛！快乐呢？变风叶，救命！我爱来倒位咧？这是安全的。嘛无介安全，毋过加载1枪吼。无枪支。哇！无我来较远的所在来遮好啊。毋过游玩是无枪支惨啊。
欸，上海无够呢。好，无得安尼，个安尼啊会使。红册，吼，主教变搁较厉害，主教敢有足济？主教，即摆主教有几个？我毋知呢。无啥物主教呢，无啥物主教，无安尼就选这好。主教即摆有几个？两个，对，即摆有两个主教。好。毋过我手头拢无灵魂啊。我来占一个。无注意到有够后的，完全无咧看风向伫倒位，真正袂晓行棋啦。好，无紧，过来，顶来吼。新的一局，新的希望，好无？第二关，好，这对啦，其实是爱动头壳，吼，这其实原底应该是一个需要点动头壳的 game， 毋过我都无咧点动我的头壳，所以才会算甲安尼吼。哎呀，啊！我来加安全。互你掠着，原底要唱迄条毋过我嘛干会晓迄句吼，大家可能足侪人拢干会晓迄句吼。哦，加一个风向我才无爱，当然是选这。若阵敢若剩一个兵仔的时阵，迄个兵仔就会直接生变，直接变做其他的机子，安尼无要紧。直接互你一粒风向较好吼。哎呀，救命！全部抬了哈！生变啊！轻轻松松哈。好，有刀啊，选刀啊！继续抬。哇，风向来啊！这袂使行，这有迄个，哇，会使来倒位？会使来遮。哇！你嘛敢若会使来遮好？水。直接抬往较紧。OK。来，这啥物？加一个风向，安尼我无爱。加主教，毋过每10回合我会穿拢会变做更较厉害，好无就这。开始咧改叫我。
这袂使，这袂使，这会使。凄惨啊我！无来这。哎，水！啊，武术得来啊！欸，这个 game 熊开始有意义啊，会使算啊！啊，好，认真，顶真。哦，做无简单，有这个武术得来，好好把握，才安全。变做海呀伊，对，熊变做另外一个 game。哦，台，哦，熟悉。哦，熟悉啊，欢喜啊。欸，伊回哪会遮高？哦，佮敢无顶当头壳甲啉惯先。哦，后摆一定佮敢。救命！真正袂晓行棋呢，气死！有够熬，真正有够熬。我阁无去空气。来吼！会使迄个，这我感觉我有需要。死的时阵会使搁换一摆，吼，会使搁换，无就这。哦，小等无细钱死的时阵会使搁换。安尼好。哎呀，无法直接来找王哦。水。有得啊，算得啊哦。做者变啊呢，真正是咧挂草。台。挂草。哇！无枪支啊！哇！会使，伊家己走来，互我挂吼。OK。来，搁有啥 ？Knockback，OK。会甲人拍空远，其实嘛无啥物介大意义，无咱选这秘密任务，我走去一个特定的所在的时阵，就会使得到小小的奖励。挂草！风险救命！哦，你讲的有道理呢。甲兵仔拍空远，就会使，互伊莫变做风险。这嘛袂使。我这嘛袂使。好，无要紧，咱有迄个搁换一摆的能力，所以搁换一摆来食，会使。
啊，袂使啊，救命！太袂死呢，好死啊，赞！选啥物咧？我会使，互一张白色的牌仔变做无效。我会使，互所有白色的人扣1点血。我嘛会使，甲我的枪支保护满。我嘛会使直接拍国王3点。这好啊！咱赶紧甲王抬死。毋过我遮嘛袂使行，遐嘛袂使行。啊好啊，一声好啊。这应该是安全的吼。会使。Oh my god! Iron Maiden 无爱，就这。哇！无一个安全的所在。有啊。无，我毋是要行，我是要开枪。听讲一寡所在若面大挂草，会用药仔甲杂草头死。有啊，有听过即种做法。对。毋过我遮无即种选择吼。我袂使直接下毒，看要倒一个，直接拍王好啊！安尼袂使呢，安尼会使好。这啥物？减一个国王，减一个国王是要算啥？减一个国王，对面嘛，敢若一个国王啊。王咧？安尼我当时会赢，安尼我全部抬了的意思呢？减一个国王，好，安尼应该是要全部抬了。OK， 可会当安尼啊？有创意。想袂到会使安尼算。无枪支啊！救命！两只红叶。我死啊啦！要安怎算啦？我直接无迄个选项，直接无迄个靠国王3点的选项啊！安尼我看起来嘛，敢若会使，感觉会使，无就选这啊，补一大堆的枪支，无是要安怎？救命伊！医生救命！无我来。这其实是安全的呢。哇！这会使。
OK，赞，有巧，啊，无够巧，啊，有巧，会使。对，医生在哪里？感觉药仔头真无好，后来产生on dead 的草，对啦，对。吼，食迄个抗生素嘛是吼，食抗生素一定要食好了，无你就会出现迄个对抗生素有抵抗力的病毒出来吼，对，也是细菌，对，细菌，也是细菌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Reloading without moving。我伫原地补枪指的时阵，会使加踢一粒。好，无就这好。毋过兵仔足济，安尼我是毋是互兵仔变做伤强啊？开始烦恼啊！救命！啊，加载有得啊！哦，无头脑足凄惨的。一直伤电呢。哦，烦呢，有够烦呢。啊，加载是变马无，我会生气。对。好。这啥？巴拉，加2粒巴拉会使弹。哦，好。伫边仔的时阵，迄个拍人会较疼。我感觉我需要，因为即摆兵仔足济，而且咱需要甲所有的机制拢抬死，拢抬死，所以这有需要。这咧减一只马加2个主角好无要紧。毋过我就较袂使去中，无要紧啦。啊，这袂使行。有哦，感觉有较疼，加足疼。主角直接闪遐远，主角直接闪去迄个上远的，迄个正手角，会使啊！救命！惊死！啊，惨啊！惨啊！风叶来啊！无要紧，我会使来遮吼。对，迄个主角惊到要死吼，有够古锥的啦。免惊啦，小等一定互你死啊！加载有这加一条命哦，我真正都需要这哦，感谢你。我看卖哦。这两边拢袂使，所以我干来当安尼。啊，风叶有够烦的风叶，水 poison， 补一下枪支好啊。来，你甲我过来，你边这。成，无要紧。抬死水！哈！我的人生阁充满希望啊！这是安怎啊？风叶甲我救惨，毋过若无香好，若无风叶就无救惨。这好啊！对啊，加一条命。
我有够需要，对我来讲真正是足好用的。我都无咧看，我都无咧看机子伫倒位吼。诶，适合我即种无咧叮当头壳的。诶，红叶伫遮，啊，救命！再来遮啊，红叶啊！哇，来遮是安全的吗？哎嘿，水变啥啊？变主角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啊，救命！哈哈，一枪互你开挖。哇，变红叶！哦，无要紧，红叶就2枪，嘛无啥吼。安尼差不多啦。哎好，看起来这摆较有机会啊！武术刀有武术刀啊！哎，哇，真正充满希望啊！四界拢袂使行先啊！等下，红叶互我袂使行来遮会使。加一回合，水。对我即马心态爱注意吼，无小等伤欢喜，搁拢无啊，搁啥物拢无啊？遮嘛袂使，想看卖哦。这会安怎？袂安怎？抬，这嘛先抬。定真咧抬一个兵啊！啊，无枪支啊！四家拢平安，5回合就加一只兵啊，其实嘛是介济。抬袂了的感觉，救命！是不是无应该选迄个无国王啊？兵啊抬袂了，其实嘛足辛苦。安尼较有效率。会使，应该会使啊！啊，救命！哦 ，OK。哦，有机会啊！来，8啊，10回合加一只马，无爱，加一寡马抬袂了吼。啊，这加踢一粒枪子，啊，互所有的兵仔甲主角行较紧，无较紧开始行，这应该无啥好，无就经济。哇，我嘛开始紧张哦，有较紧张。我爱加油啊！即马袂使流气啊！哦，红叶伫遮，我足紧张的。啊，遐袂使行。啊！加在我即马迄个刀啊，足疼的哦。奇怪，
我是毋是应该爱先行过来才会使？啊呵，我爱先，是毋是一定爱先走啊？遮拢袂使行，遮嘛袂使，遮嘛袂使。我敢若会使来遮。嘿，对，真正是一人军队吼，作拼的，作拼的。啊，救命！Yeah yeah yeah！ 哦，我紧，做你来，做你来，做你来。哇哈哈哈！算 game 有一寡角色安尼设定，你讲一人军队呢？一人军队好算啊！对，武士刀真正是有够快乐的。哎，过来一只，怕 boss 啊！啊！哦，白色国王生气啊！啊！哦，伊全部的国民吼，拢因为即支吼黑色国王的 shotgun 即支枪吼，就因为安尼吼，就甲伊的国民拢杀死。哦，所以咧，伊即马足受气吼，伊决定伊家己亲身出马，哦，来甲咱相拍，哦，所以咱来看卖。白色国王，哎，毋是讲减一个王，毋是讲减一个王，你无算是王。哇，有够大只呢，有够大只，咱加油。某一方面来讲，乌国王是足歹，伊原底就是歹人吼。伊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咱原底就是歹人的角色。其实咱是歹人。哦，当然安尼嘛无一定讲白色国王就是好人啦，对。是可能两个国家的迄个。王拢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嘛对吼。我即摆会使去倒位？安尼好。我即摆无枪支。对，有够大只吼，看起来其实互人足大的压力吼。莫生病，莫生病。这要会使处理。莫过来，大口袋莫过来。哦，伊回嘛是足高。哇！有9点的回，该拍6点去，救命啊！这一个灵魂哦。啊，赢！对啦，大颗是是血糖较济啦，是真正有够济哦。啊，毋过加在吼，咱哦无咧惊吼，有武士刀拢好讲。OK， 哦，所以这个黑色国王吼顺利，因为家己的这个愤怒哦，为着黑色国王互人反配这个愤怒，带领伊得到这个上尾的胜利哦。啊，即摆吼，就换伊甲迄个白色国王的迄个白色国王的城哦，伊的国家吼拢偷摕去吼。啊，所有的遮的其他的白色机子吼，都搁爱来忍受咱即个黑色国王的苦毒，
哦，啊，毋过咧，伊就会甲即个可怜的村的遮个民众，就甲因讲，哦，加在吼，恁无死，对，哦，加在恁遮个人吼，虽然受着我即个足无好的统治，还毋过恁无亲像其他有上战场的其他的机子共款吼，拢互我的庆忌大好喙吼，无变做遮个无互我拍做夫啦吼，免就是叫大家较欢喜的吼，哦，伊就真正继续做歹人吼，继续做一个做安怎？继续做一个做歹的统治者啊！毋过伊上尾讲即个吼，毋免偌久吼，就会佫出现一个白色的国王来推翻伊的统治。OK， 上尾嘛有一个 moral lesson 就对。就是安尼，安尼咱算是通关啊啦。毋过我还记得伊个会使挑战无共的困难度吼，就是会使有一开始的时阵加2个兵仔，会使安尼，对，所以伊是会使算作久的一个 game 吼，而且伊个有加一个叫做无限的模式，无限的模式，就是你会使直算就对。迄刚听到异人的讲法，异人是啥物意思啊？惯性无听过。对，毋过真正上尾发现 ，boss 其实较简单 ，boss 即关真正是有较对，无遐困难。电脑是头前的较困难。听起来是圣经内底有的书。我无啥咧读圣经，所以我这方面我是较无了解。其实对，原底无想到，遮尔准时就通关啊！原底想讲可能今仔日个要挑战失败啊！毋过竟然有通关做欢喜的。其实嘛差不多就是原底迄个周表就是写讲咱海神到3点嘛。对，今仔日可能嘛差不多会使来，就是甲大家讲再会啊！明仔载下晡，咱会来继续算迄个 Stacklands， 就是迄个足古锥的牌仔算吼，就是迄个足侪村民拢会拍的。食物件的声嘛足古锥的迄个 game。明仔载咱会来继续算。真正是圣经内底的故事，原来是安尼，牧师喙来讲的。对，好。这叫做义人就对。义人，这叫做义人。意思那是有坚定目标的人。好，安尼惯性嘛学着啊。小等来看迄个找台记内底敢有收好啊。好，多谢大家吼，多谢大家陪我做点算各位人看到我顺利通关，安尼可能无啦，就是这个嘛算是小品啊，我感觉嘛是介古锥的一个 game， 嘛是推荐给大家。这嘛无贵，我会记得这嘛无贵，几百块啊尔，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，嘛会使去找来算。我是感觉介好算啦，就是。对，真正是推荐给大家，以后可能袂阁开shotgun king啊，好啦，安尼我嘛准备来甲大家讲一个再会，安尼咱Persica 暗安，毋是暗安嘛，无暗安，Persica 再会，结婚再会，希巴再会 ，Mercury 再会，毋知影也有送，也有咧收看，或者就是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吼，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末。安尼今仔日的海信就差不多到这。
袂辛苦，袂辛苦，大家欢喜啦，轻松来耍一下游戏，对啊，甲大家开讲，足欢喜啦，袂辛苦。咱就明仔载下晡同一个时间再会啊，明仔载嘛是下晡1点哦。安尼，就大家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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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